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公布新增23名武汉肺炎确诊个案，其中2个是境外驶到来的，一个是本土感染个案，其中一个本土个案是30人性5星，其亚报的魔术国，第4年初时出现发烧同流鼻的症头，已在检通报第近日确诊的，也下感染源还在追查当中。封城76年的武汉，伫筹备半夜市民检告就解封的，不过对留伫街边的台湾人来讲，现在还有注意管制，天采取保期的方式转来台湾。指挥中心就表示讲，现在武汉将解封，对街边的情形还要再过了解。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也项目快速实检，常做的意思是验室的核酸检测，差不多为启动5点钟，结果将会出来。国卫院同国防医学院合作的快速实检试剂，先检15分钟就会提结果的。为了防连休假期大家出去留了可能会造成的防疫问题，上面是就宣布，公有市场的摊内都要强制戴嘴型的同量体温，新面是违规摊内为本人罚3万人元，特别是用舔头的方式。另外，在亚洲疫情部分，新加坡疫情也报的更来更严重。在地义工表出群体感染，在地政府就当紧张，所必宣布海南严条的防疫措施，无论在公共也是私人场所，保安部卡都总唔得是非。